剧场、舞台艺术都是一次性的，你不能保证哪一次它不出问题，那就需要你千百次、上万次的去练，去保证这个万一它出现的几率就是很少，能够让更多人因为我去认识到越剧，走进越剧，甚至说喜欢越剧、热爱越剧，那对于我来说，这就是一件非常非常荣幸和有成就感的事情。半夜的时候，我从这个窗口爬进来过。我爬进来练，因为这个练功房它是要锁门的，那你进不来。我可以从6点钟唱到半夜12点。我如果住在宿舍里的话，那隔壁两边都会发信息给我，君君别练了，明天再练吧。但他们也不烦我，他们已经习惯了。其他人都是直接学小生的，然后我是从花旦改过来的，就是我会非常着急的想要去赶上他们。有一段时间，就是我为了想让自己声音更粗犷一点，太压着嗓子唱了，然后就会磨到可能声带吧，开始就是认识到自己的声音到底是怎么样的，在我自己的声音的基础上，我怎么样去接近，让自己像个小生，或者接近一个人物的状态。当时也不太愿意的，毕竟我学了2、3年花旦了，老师跟我提了2、3次，最后第3次我才改的。这个楼推掉，就重新打地基。当时在最后决赛的时候，我有个脱鞋子动作掉下去了还怎么样，就是砸到了自己一下，然后都把自己砸得眼冒金星。但是当时我很庆幸自己练得够多的那种惯性，我在那个10几秒时间里面，我还是正常的完成了我的动作和表演。我躺了大概5、6天，是真的一点都动不了。然后我问过自己，陈丽君，要不你不要参加了？但是我又内心就是不愿意放弃。我为什么我不想放弃？然后我就告诉自己，如果只要你还能站起来，我就要去。去了的话，如果你比不下去了，实在比不下去了，你再回来，没关系。但是我一定要坚持到最后，就是我的信念。